社会主体推动联盟今仔公布6都15个市长候选人未来规划社会主体的数量，目前看来拢比中央分配予地方的目标搁较悬。联盟嘛强调讲，因会伫选举了后继续监督。选前提证件，选后要实践。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向15个6都市长候选人寄拜访邀请，伫9月甲10月，除了通知国民党张善政以外，成功拜会其他14个候选人。各候选人针对要起偌济社会主体，定出的量大部分拢关过中央分配予地方的目标。基本上都还蛮积极跟答应的。那当然，后续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，他们如何监督，他们如何把这个部分就是真的盖出来，因为那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。那量爱有够，联盟也希望都市开发爱回归社会主体，以收入来计算租金。中央甲地方起的社会主体规则一致，而且大社会主体的机制爱用轮候制。虽然大部分的意见候选人都表达支持，但是针对用收入计算租金甲轮候制，有较侪候选人有疑虑。社会住宅，它要让弱势的群体，或者是要让这些刚出社会的青年，他要有办法住进去，是要用他们的收入去测算他们可以负担的租金。身心障碍者而产生额外的生活成本，那不管是他在寻求照顾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在日常生活的移动，他的成本也比较高，或者他需要一些辅具，或者是住宅无障碍改善，这些都是额外的成本。联盟认为，收入计算租金已经有关系咧做，轮候制方面国内法规无相加，国外案例也未少，建议各候选人要进一步了解。联盟也表示，选举后当选人对承诺甲有照片照行是要继续监督的重点。记者柯本长随台报道。